北京最近受寒流影响，创下超过半世纪以来12月份零下低温时间上长的纪录。虽讲低温度大细，生活真无方便，也搁嘛带来一寡商机。行寒的人就专工落南去避寒，若有人嘛专工上北去看雪。观光业者就估计讲，今年这个寒天，零售商机游客规模达到4亿人次。北京顶礼拜气温降真济，搁落大雪。宜兰人是真热衷咧赏雪，也若吐雪民众是无用试试。根据统计显示，过去这2礼拜，北京零下低温累计超过300点钟，创下1951年以来12月份上长低温的纪录。也若东北的部分地区，低温甚至降到零下40度。虽然天气看落是真歹，不过嘛带来观光的商机。大连的出雪场也入来真侪少年游客，也若行寒的民众是往南边行。南下避寒，北上冰雪。将会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冬季旅游的新趋势。我们预测2023到2024冰雪季会有4亿人上冰雪。中国旅游研究机构表示，新疆落雪季节甲西藏特殊冬雪景点，也是今年寒人真受欢迎的景点之一。也若海南岛的三亚是较无遐尔寒，这个水上活动会当互民众欢喜耍水。相对较温暖的福建厦门市是挖山嘛挖海。这个好景点，无论是坐游轮出海，或者是赏花行搭，拢有无同的水。业者嘛认为讲，今年中国北方落雪期间，会当为寒人的消费注入新的动力。估计游客数量会到4亿人，对经济复苏有真大帮助。公司新闻，张惠敏编译。